血樂章由電影報刊辦特約播出，叱咤903譜出清新大氣。Hello， 老闆你好，我哋叫 Little Dream 啊，幾個大學生一齊出咗隻碟，係宣揚環保信息噶。遲啲呢會喺觀塘嗰個1號 Live House 度有場 show， 想睇下你哋呢度方唔方便俾我哋擺下海報同埋派下碟咁咯。妹妹，俾個位你派碟唔係問題啊，不過有冇人肯攞呢？你哋又夠唔夠班呢吓？有冇人哋咁出名先？我間鋪啲碟啊，隨便一隻啊，啲 band 都係有頭有面嘅。你哋啲水平啊，配唔配同人哋擺埋一齊啊？啲音樂啊，唔係好似你哋細個喺屋企煮飯仔咁噶，唔係幾個人行埋就有啲聲就叫做夾 band 啊！你未聽過我哋嘅音樂，點知我哋嘅音樂唔得啊？我哋係唔出名，但係唔等於我哋嘅音樂唔得。多謝你袋錢入我袋喎，不過唔好意思啊。唔該，你唔好阻住我做生意啊！執埋你啲嘢走啦。哼，以後唔嚟啊！喂 ，Robin， 9點幾咯，仲未返嚟啊？喂，媽咪啊，我今晚仲要夜啲啊，我仲要同隊 band 一齊去派碟同埋宣傳個 concert 啊。吓？我上次話過你噶咯，點解你仲要花埋呢啲無謂時間啊？考試到啦，你唔去溫書，走去同啲男仔夾 band，吓？正經事情又唔做。嗱，我同你講啦，即刻同我搭的士返屋企。唔得啊，我晏啲仲要同佢哋落觀塘睇個場地，今晚唔會咁早返噶啦。Robin， 做人最無聊就係做埋晒呢啲無謂嘢。你係咪想好似你爹哋咁啊？成世人一事無成，成世人都俾人睇唔起啊！媽咪啊，呢個世界唔係每個人都好似同你一樣，想做專業人士，想買太古城，想着 Dior 返工，想50歲就退休。唔係唔做你眼中嘅正經事，就係唔正經咯。你究竟知唔知做人最緊要係乜啊？我諗我比你清楚，因為我做緊。Robin 見到我嗰陣係咁喊，就喺信和個大堂喊足2個幾字。佢冇講點解，我又冇問原因。佢好啲嗰陣就話行啦，落觀塘啦。我諗佢成世人都未試過咁在乎一件事，又或者佢成世人都過得太容易。嗱 ，B 仔肥班，嗱你兩個不嬲咧，都係認為咧最有品味嘅同學係咪先？係啦，所以你哋咧唔怕直接講，打開個心扉，我哋呢首熾熱北冰洋嘅 hip hop 版點先？嗱，仲有啊，我哋嗰個夢遊北冰洋嘅音樂會，係咪唔嚟撐我哋先？係咯，你哋覺得點呢？唉，咁熟先講啦。曲詞編監都可以用1隻字嚟概括，悶，又或者3隻字，好鬼悶，都唔知邊個成日都攞住個沙錘咧，唔跟拍子亂咁搖啊，煩到咧吓，唔啱拍嘅咩我？啲詞又好鬼抽象咧，聽完都唔知自己聽咗啲乜啊！所以話咧，邊個仲會咁得閒去嗰個咩夢咩音樂會啊？肯定冇人買飛啊！你話我話啦，咁啦，當務之急2條路，一係紅，一係黃。紅就係血腥啦，喺張海報度營造一種血染北冰洋嘅感覺，將嗰啲北極熊嘅心肝脾肺腎攤晒喺度，即係好似魚檔咁咧，離遠啊你都聞到腥嗰種啊。黃就仲簡單啦，最緊要夠鹹，色情加環保啊！你話點會唔好？一句講晒，嘩眾取寵，咁都失敗咧，就都可以提早榮休啦，你哋。如果要夠鹹夠血腥隊 band 先可以成功，咁呢啲點算成功喎？如果要毒人啊，先可以令到自己得益，咁
咁我哋同白雪公主裏面嗰個巫婆有咩分別啊？而且我哋出碟都係想大家多啲關心個世界，用呢啲不良內容去引人注意，唔係 Little Dream 應該做嘅事，咁會變得本末倒置。我諗紅同黃都唔係太啱我哋。咁就提早榮休咯。我哋而家究竟買咗幾多張飛啊？都有8張嘅，但係有5張係買紙巾送嘅喎。即係得3個人買咋？死啦！到時表演嘅人多過睇 show 嘅人，咁咪弊。聽講1號 live house 咧最少人嗰場咧都有5個。吓？咁我哋咪打破1號 live house 最少人入場紀錄？死啦！呢次呢都專永恆嘅污名嚟嘅。而家啲飛賣得咁差，我真空濕身影海報咯，然後搵翻 Leo 幫我哋催谷下，我諗點都會有啲 noise 嘅，起碼有人知先啦。你傻咗咩？嗰個 Leo 亂講你阿信，咁不如出埋寫真、攬枕同床單啦。我哋真係冇辦法啦。冇辦法咪大家想辦法咯，你亂咁嚟都唔等於有辦法噶。你而家為咗賣飛可以真空濕身，咁下次呢？以後呢？做人要有底線噶 Robin。宣傳海報啊，如果含有不適合18歲以下人士觀看嘅不雅內容，就唔可以響公眾地方展示，否則海報出版人都會受到檢控噶。嗱，海報印咗唔可以通街貼，有咩用啫？咁離開 show 都仲有幾日時間嘅。係咯，可能過咗今晚，事情就會有轉機咧。熱血樂章廣播劇第7集，做人至緊要係乜？聲音演出 MC Jin 聲演阿靜，黃子軒聲演阿軒， Donald 聲演阿 Luke，Robin 聲演 Robin，Candy 聲演 Candy，German 聲演唱片鋪老闆，Idy 聲演 Robin 媽媽，阿傑聲演肥斌，阿蕉聲演 B 仔。想唔想贏 smartphone 同其他自潮禮品？答啱有關今集內容嘅問題就有機會啦。今集嘅問題係劇入面 B 仔同肥斌建議 Little Dream 用血腥同色情嚟做熾熱不冰洋嘅 hip hop 版嘅宣傳重點，但係阿靜、阿軒同 Luke 都拒絕，原因係咩呢？即上my903.com 交答案啦，仲可以喺網上重溫廣播劇同埋睇漫畫㗎。熱血樂章由電影報刊辦特約播出，叱咤903，譜出清新大氣。